就来看台南一间民宿的头家，互人围起来拍，是拍甲大康势利。头家来指控对方退房的时阵，讲有旋石手指无去。头家感觉对方就是要甲讲钱，怎爆发着口角。结果昨日暗，对方竟然是带6个人来甲拍。警方已经甲这6个人移送法办。不过，带头拍人的这个男子讲，朋友价值80万的手指退房的时真正无去，伊会过去派出所提供相关的证据。民宿的监视器画面看到一群人为头家，几个人火气真粗，讲无几句话就人先出拳，所以边仔几个人嘛来拍，民宿的头家却拍甲倒在地，这几个查甫人嘛是唔肯放伊煞，头家爬起来想要走，搁互拖倒来拍，这件纠纷就发生伫4月2日暗时9点多，台南中西区的这间民宿。三掀开，脚只片真侪伤痕，头壳和手毛受伤，倒蕊目睭毛伤着。姓洪的头家讲，老人甲人拍的是一位罗先生。4月24订3间房间，4月26退房的时讲行李内底有物件碰见。4月28下晡，查甫人佮带人到民宿找，物件无找着，爱头家赔偿，两边就开始伫咧冤家。他咬着说我们这样子偷他的东西，然后我们也调了监视器，然后他们还是说我们监视器可能有死角，就是还是要我赔偿。他说的是钻石3个。他就说这个要数十万这样子。姓洪的头家感觉扣卡油，想要到迄天暗时下，对方就绕一群人到民宿来甲头家拍甲规身躯大康势利，只是扣指控的罗先生冇话要讲。针对这个坤宝民宿老板的他所有的指控，在网络上，包括在新闻媒体上面的指控，我这边呢，会先把我自己本身有的证据一一收集好之后，再到长乐派出所去做一个说明。警察接到报案到场处理，初步了解是物件碰见才有冤家。调阅相关监视器影像，迅速将罗兰等6名男子查缉到案。到底敢真正有旋石碰见？警察搁伫咧深入了解，后续涉案的6个人，扣起妨害特殊、伤害罪嫌，移送法办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